綠野飛馳今季3歲在蔡約翰馬房評分由52上調至63，上仗於沙田4班1400米輕勝。今仗在於同程出戰，改配麥道朗負135頂磅出戰。該區於8檔出閘起步後，順利於2碟領前位置，以偏快步速進入最後400米展開挑戰。在最後200米一度領先下力抗標之星河挑戰，最後在好地時間1比21.44及末段23.86以第2名過終點僅敗。在全日草地偏快步速下，該場以快標準時間快6線，比另一場2班強組只慢2線。這情況下，此區在領前跑法下已有如此表現甚為出色。賽後報告表示，該區接近1000米處時內閃避開做好自己，因而與超風速互相觸碰。賽後需抽取樣本檢驗。根據上述情況，此匹3歲紐西蘭馬今季初見成熟，負頂磅也能保持爭勝機會，質素甚高，相信升班後仍有極具爭勝能力。密切留意其他需要注意表現好之馬匹：23綠野飛馳 F6、27鴻運帝王 F7W、澳遊氣泡 F7、20美麗邂逅 F6、2。終點前將綠野飛馳趕過咗，跑第3名嘅馬埋邊穿上嚟，人人有餘。第4名同心同樂啊！咁啊，結果今場賽事呢隻標之星河力追埋邊嗰隻綠野飛馳。頭2名都掟甩晒㗎啦，第3人人有餘，第4名係同心同樂啊。9號限頭臨尾又落飛，但係都係好分啲嗰隻啊！標之星河、潘頓同阿麥道朗都車晒落去㗎啦。綠野飛馳跑過第2啦，人人有餘比較後啲啊，追翻個第3。第4名要影下相，外邊同心同樂，入邊做好自己。佢仲要搏位啊！隻人人有餘入到直路中段嗰度，爭到第3算係咁啊。係啊，嗰度真係可以第5都得㗎。咁啊，最後潘頓呢贏馬先和標之星河。其實標之星河直路都少少閃嘅。